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姻轮陪丰英村的旧地名马儿干村，举办一场土豆采收的活动，真侪家长带着囡仔热情参与，感受在地生命力。囡仔免土豆，免甲大粒干、细粒干，体验做田人的辛苦。真侪家长带囡仔为别个县市来到仑背乡的丰英村参加这趣味活动。心肝头开拢欢喜个，我哎足好个。后摊摕土豆啊，后摊佚佗，后便当好食，这上介好个了。这是由一阵爱故乡马儿干村的青年所举办的节目，用因创作的绘本故事做主题，带囡仔变做故事内底主角，来到村里免土豆、含酸走关的游戏，让每一位参与者伫咧活动更加亲近这一片土地。活动是跟绘本闯关有关，还有以及拔花生。那今天有150多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马儿干村采花生。活动也串联在地青年对故乡的情感，也互亲子留下美好的回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